各位乡亲高早，欢迎收看今日9月初5公司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邝兴竹。节目一开始，咱来关心第11号的风台沿南路已经豆豆啊往北，离咱台湾愈来愈远，对台湾近海的威胁嘛已经解除。气象局伫昨暗8点半已经解除海上风台警报。不过，基隆北海岸、红头树、绿岛伫今仔日也是有9级至10级的强阵风。北部沿海较快所在，甲恒春半岛嘛有较强的阵风。那附近的海域风影嘛较透，拢爱细致。来听气象局的说明。台风虽然远离了，我们还是要提醒大家，远离之后，在基隆北海岸还有兰屿，可能都还是有9到10级强阵风。另外，恒春半岛跟北部沿海地区也都有较强阵风，请大家小心。看到雷达回波图，我们也可以看到晚间的时候有一些对流云系慢慢移入北部陆地，另外在中部山区有一些零零星星的对流发展，这些地方还是会下雨，出门记得携带雨具。气象局持续发布大雨特报，针对基隆北海岸、新竹以南到南投山区这些地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也请大家小心。最后为大家说明未来1周的天气，受到西南风的影响，明天其实在中南部地区会有局部的雨。各地的温度大概都在33到34度，感受舒适到闷热。午后要注意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周2到周3水汽比较多，天气比较不稳定，各地都有下雨的机会。北台湾的温度则是略降。中午过后，尤其要注意山区会有局部大雨出现的情形。周4之后到周日，目前的天气看起来是多云到晴，但是一些微弱东北风的影响，迎风面地区会有局部的降雨。中午过后，中南部地区、山区也会有午后雷阵雨出现的机会。然而，周4之后天气有一些不确定性，主要就是台湾东边海面到日本南方海面这个大的低压带，到时候要是这个低压带距离台湾的远近，才会知道整个东北风带来的水汽的多寡如何，会对台湾造成天气影响如何。关心天气，风台虽然已经离开也毋过阁有淡薄水汽。今仔日伫中南部规港不时拢有短暂阵雨，其他所在过道嘛到落西北雨。咱来看云图，今仔日是吹偏西南风，这方面的中南部雨会较粗，会落短暂阵雨，也是雷公雨。其他所在过道是到落西北雨。各地今仔日的温度拢有小可回升，高温有32度至34度，伫宜兰有36度，那花莲、唱国、台东有可能升悬到38度。明仔载后日拜二、拜三水气阁会增加，东北部有明显的雨势。北台湾天气会转凉，其他所在温度嘛下降。拜四的时水气会减少，各地大多数拢会恢复好天到济云。那中秋的连假水气会搁较少，各地天气拢真稳定。也毋过爱细日日时暗时温差较大。沿南路风台有早来真侪雨水，中部以北的水库拢有入水。桃园的石门水库欠水量对74%增加到94%，也毋过上届欠水的家人，新山水库也是加无偌济，所以伫家人有关是爱继续减压供水。新南路风台外围环流带来真大雨势，和石门水库大入水，跳水路将近满水位，实施调节性的放水，也吸引真侪民众来看来遮翕相。这2天台风觉得怎么样？风雨还好哎。今天才比较大一点。他今天是特地来这边看放水是吗？对啊，对啊。觉得怎么样？觉得很壮观啊。桃园的石门水库近3天的集水区累积入雨量达到350毫米，为石门水库带来丰富的水量，水库跳水率对74.5%上升到将近94%。3天前的那个蓄水量是1.53亿，现在目前已经回升到1.9亿，也就增加4000万的入流量。不过，贵人水情原是无啥缓解。自来水公司讲，贵人的新山水库跳水量伫风台前后，对原本的316万吨增加为328万吨，无明显的上升。贵人原爱继续伫离峰时段实施减压供水。新山水库必须是借有动力将基隆河的河水抽到新山水库去储，目前是每天大概8万吨的这个量做储存。看起来这可怜的。还是没有人进账，因为它没有高山这是水库。水利署有估，如何总计为全台水库带来
3.31亿吨的水量。到测试下晡4点，宣南路洪台和大部分中部以北水库是大入水，尤其是石门甲废水水库跳水率是明显回升。不过在新山无社阿公店水库跳水率依然是偏低。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今仔日报纸重点，咱先来看自由时报。前副总统陈建仁和总统指派做总统的特使去高雄访问，伊昨昏参加高中纺织局所主持的大典。伫典礼进前，陈建仁嘛有甲高中见面，伊嘛向高中传达总统蔡英文的关心甲问候，请高中替台湾的人民祈祷。若高中是笑笑应讲，大家同齐替世界的和平祈祷。来看联合报。台大文理补习班真侪年来拢用台大字样名号看榜来招生，也毋过台大的中文、英文拢是台湾大学的注册商标，学校是指控业者侵权，要求爱赔1000万。最近1审的判决出来啊，法院是判台湾大学胜诉，补习班败诉，补习班的业者爱予台湾大学623万。来看《中国时报》，行政院对7月份开始有推出300亿扩大租金的补贴专案，补贴的名额是对去年的12万户增加到50万户，也不过到8月底申请结束进程，即马敢若有27万户去申请。营建署是报行政院即马同意讲要延长受理期间，会延长到10月底。昨昏咱国内新增加34000多个本土病例，阁有35个人死亡。囡仔去治疗密斯氏的案例阁加一例，今年已经有200个囡仔重症的案例。说落来，这个拜五就是从中秋的连假开始，中秋团圆疫情指挥中心即马是提醒大家讲，BA.5疫情即马当地压悬，所以大家若是聚会嘛爱做好防疫。本土 BA.5 疫情继续升悬，连续6天病例数超过3万例，初4礼拜新增加34358例本土病例，新增加个案数比顶礼拜日同期增加将近3成。另外，中东仅有68例，死亡是35例。当前个案内底新增1例囡仔的密斯氏，是2岁查某囡仔，无慢性病史，也无做过疫苗，7月确诊，8月底出现密斯氏的症状，即阵也伫断医治疗。截至今天，儿童重症总共200例，包括脑炎29例、肺炎22例、心肌炎1例、败血症3例、笑吼10例、家中死亡7例，密斯氏有125例。指挥中心讲，有个 BA.5高峰会落伫9月下旬到10月初，疫情的发展符合原先预测的模式。这礼拜拜2、拜3的确诊数有可能超过4万例。由中秋节即要到啊，袂少民众会烧酒来烘肉，难免的无赶嘴暗来开讲，抑阁食物件。专家建议，无完整注射疫苗的老人甲囡仔，上好是莫甲人烘肉，莫参加。还没有打完3剂或是4剂疫苗的，或是说你距离上一次疫苗已经超过6个月以上的，如果疫情紧绷的时候呢，能够尽量就是改成其他在居家的一种活动方式。指挥中心提醒民众参加聚会、烘肉这活动时，伊愿爱挂嘴安，并且呼吁符合资格民众爱赶紧去注射疫苗。另外，国内6个月到4岁囡仔疫苗注射率，头一剂是29.5%，第二剂是3.3%。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加上现咱同齐来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的疫情。从疫情爆发到今，目前伫全世界确定病例是已经超过6亿例。死亡人数超过650万人。咱来看最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是新增加34358例，目前咱台湾即阵总病例数加强已经超过544万例。日本超过1900万例，韩国超过2300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的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法国。美国超过9600万例，印度超过4400万例，法国甲巴西是超过3400万例，欧洲的英国超过2300万例。来关心巴基斯坦拄着8年的大水，巴基斯坦上大的淡水湖已经强要甜啊！因为政府为着无爱互人口较济所在，因为水甜过，才溢出来做大水，所以即马有风声声下水。也毋过，这嘛是造成其他的所在差不多10万人有路无厝。目前这场8年的大水灾已经影响3300万人，嘛造成1290个人死亡。专家讲，这就是气候变迁、气候反常、极端气候的效果。
巴基斯坦破纪录的大水也未停，因国内上大的曼查尔河已经到危险水位，并且对圣德性南部地区造成威胁。当局随时下令对这座国内上大的淡水河，加爆发降几个坑来消水。圣德性灌溉部长苏罗讲。安尼做有几个区的水就会降落，虽然有差不多10万人会无处通大，不过会当救真侪人较侪所在。目前也不清楚，这款受影响的人内边有偌侪人会离开。कहीं असांखे जगह ना है उधर कोई मसला जो है वो जगह नहीं है रहने की कोई खाने का सामान नहीं है चौपेरी जो है तो उधर हमारे पास गांव है भी है माल भी है。气象学家讲，接落来几天，这个地区会继续落大雨。当局是希望伫咧印度河西边的一寡湖的附近的居民赶紧撤离。自6月以来，巴基斯坦国内就有1/3的所在做大水。6月到8月，全国降雨量390.7毫米，差不多是30年来平均降雨量的3倍。人口5000万的圣德性降雨量是比过去30年的平均值悬出464%。总理夏利夫讲，即便灾情有真侪囡仔死亡，希望救援单位尽可能协助，避免囡仔死亡。जितने भी पेशेंट आए हैं उसमें हर पेशेंट को स्केबीज मस्ट है। उसके साथ दूसरी डिजीजेज जो हैं वो किसी को जो है गैस्ट्रो है, पेट की बीमारियां हैं, ठीक है, डायरिया है और उसके अलावा इसमें जो है वो。巴基斯坦政府伫咧找沙，阁希望国际社会斗相共。联合国秘书长古提瑞斯将会伫找到过去。伫咧过去几天，来自土耳其、中国、阿联、法国等国家协助的一寡物资，拢已经送到位。公司新闻吴文玲编辑。那欧洲今年是拄到500年来上界严重的渴旱，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这4个国家的马铃薯产量创下新低。至马铃薯条这款老百姓咧食较俗价点心已经起3成。那渴旱嘛造成牧草拢打去，牛无草通食，冷牛嘛无冷。马铃薯条伫小滚滚的油内底是香空空，伫布鲁塞尔街路用纸卷起来包装的马铃薯条是真气国民美食，行过经过拢一定会买。不过，这个俗价小食今年开始要起价咯，受500年来上大渴旱甲寒风的影响，欧洲主要的马铃薯产区，包含德国、法国、荷兰、比利时，拢传出采收量创新低，连大细也拢求水，价销想要起。业者讲，恐惊会起到3成。It is emotionally very difficult to accept that what is so personal to the Belgian, his fries, is going to increase in price. Anyhow, even if it increases 10 or 20%, you still have a meal for let's say €3, which is still affordable. 煎好了后，高南独家的酱料，为食这个真干美味，互钱袋啊消落去。爱食人食无耐，不过也无零费力，只好食较少咧。Les frites, c'est une nourriture plaisir qu'on ne consomme pas tous les jours. Donc, oui, ça augmente peut-être le prix, mais ce n'est pas ça qui va nous empêcher d'en profiter. It's better for my belly, I mean, for my tummy. Probably it's better for my health. 今年的渴旱恶化，欧洲马铃薯产量佫创下2018年以来新嘅纪录。极端气候影响农作收成，动物饲料供应也出现问题。法国劳动业者是真烦恼指出，6月以来牧草生长用要停落来，而且牧草伤过大，影响饲牛量，农农只好摕冬天的饲料存粮来应急。Cette année, il n'y a plus d'herbes qui poussent depuis début juin et c'est extrêmement compliqué. Vous voyez ici, dans l'ensemble des étables, l'ensemble des bêtes sont rentrées, alors qu'en principe, toute cette partie-là du bâtiment. 这生活者是目前法国农业的困境，同款的情形也发生在海拔1600公尺的服务山区。即马开始进入秋天的观光大季，目前的牛奶、起司这零制品是热门的景点的商品。不过，农农表示，原粉加上牧草品质无好，影响青顶的质量，也都影响零制品的品质。 Le pire dans tout ça, c'est que c'est une période de l'année où on a beaucoup de demandes, on a beaucoup de clientèle liée au tourisme dans la région et on n'arrive pas à satisfaire tout le monde. On a des ruptures, on n'arrive pas à vendre des reblochons à tous les gens qui viennent nous rendre visite sur le plateau. 当地零制品比去年减35%，劳动业者是救苦连天。在苦苦支持以外，也联手向政府请命，希望透过补偿方案弥补极端气候造成的业务损失。公司新闻张淑芬编译。
美国密西西比州拜六是发生有嫌犯偷驶无人机飞去伫天顶，佮打电话威胁警方，讲伊要去弄一间有名的超级市场沃尔玛。警方赶紧疏开超市的人员，啊，佮附近的民众，佮封锁街仔路。加在经过谈判，嫌犯才甲无人机降落伫郊区的一区田里。驾驶开车时阵，看到这台轻航机为正边飞过去，看起来正平常的景象，想也无想到飞机驾驶竟然用飞机做武器，威胁警方要冲撞出名的连锁超市沃尔玛。At 5:08 a.m. this morning, Corey Wayne Patterson stole a Beechcraft King Air C-90 twin-engine aircraft and took off from the Tupelo airport today. We do know Patterson has some flight instruction. We do not believe he is a licensed pilot. 警方表示，29岁嫌犯帕特森伫杜比罗机场工作，协助飞机加油，可以有机会偷开飞机。前一天，伊就义务犯案，替飞机加满油，起飞了后，威胁讲要开飞机冲撞沃尔玛超市，互当地市政府出动不少远警、消防人员，紧急撤离超市附近的居民，佮封锁超市甲附近街路。根据雷达记录显示，当警方撤离民众，佮甲嫌犯谈判时阵，嫌犯换了开飞机，伫城市的天顶一直伫射联络。At approximately 9:32, the pilot posted on Facebook a message. And in essence, it said goodbye. At this time, we know he was getting close to running out of fuel. At 10:08 a.m., FAA lost radar contact with the aircraft. 好佳在较无几分钟，警方谈判人员重新甲嫌犯联络着，知影伊降落伫一位农田，尾仔警方赶到场，当场甲伊抓起。预定联邦政府会以重大窃盗罪、恐怖威胁罪起诉嫌犯帕特森。公司新闻陈思彤编译。美国 NASA 已经50天拢无派人去月球啊！原本是按算8月19号要射无人火箭去哩，结果引擎出问题，转延到9月初3。想袂到第2届的时间，即马佫发现讲一寡设备有各样，转佫取消。啊，若即届延佫较久，可能要延到10月啊。大台火箭徛伫发射台，也毋过伫个发射正日倒头算2点钟28分外的时阵，倒头算的时间煞向停止。关键是美国 NASA 国家航空甲太空总署，佫一摆临时停止发射计划，互周围等待真久的民众有一寡失望。I dragged my wife down here. We got here yesterday at 7 a.m. So we've been here quite a while. We slept on the grass last night just to make sure we had a good spot. 这是 NASA 第2届伫倒头算的阶段取消试射计划，这项无人飞行的测试任务阿提米斯1号原本要伫当地8月29做试射，也毋过伫倒头算的阶段，火箭4粒引擎内底其中1粒技术因为技术问题，造成无共的燃油管路发生泄漏，温度感测器各种这个问题，互引擎伤过烧，所以取消试射。该时间到当地9月初3，嘛就是台湾时间初4透早2点外试射，也毋过这个中途佫发生问题。7:15 a.m. Eastern Time here at the Kennedy Space Center in Florida. Got an update on the liquid hydrogen loading. They are in stop flow at the moment. There was a leak detected in the engine cavity. 这个问题赶快是伫引擎内部发生。原本 NASA 列准讲头一届问题已经解决，也毋过伫第2届发射进程有关有共款的状况，要太轻燃料泄漏。On Monday, it was a manageable leak. This was not a manageable leak. The mission management team is meeting this afternoon. They're going to look at it. They're going to see, is there still a possibility now, or are they going to have to roll back into the vehicle assembly building? If they decide that's the case, then it'll be an October launch. 这是50天前阿波罗17号太空人搭起月球以来上新的月球探测任务。NASA 希望借着这个计划测试新的科技，希望有一天会当甲人类送去火星。公司新闻台是同编译。今仔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同齐来看世界。加拿大萨克奇万省礼拜时传出随机杀人事件，上报有造成10个人死亡，15个人重伤。警方嘛已经抓到2个嫌犯。那美国的维吉尼亚州是传出枪击案，造成2个人死亡，5个人重伤，受害者大部分拢是当地的大学生。来关心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战争也未收煞，美国驻莫斯科大使苏利文雄雄传出伊任期结束，已经离开俄罗斯啊。加
镜头搁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这个月初伫桃园有发生2个人死亡枪杀的命案。那亲像是诈骗集团的成员，一个姓苏的查甫人做的。伊犯案了后开始逃亡，毋过警方昨暗伫婚林的高溪抓着人啊。大批警力威胁，36岁姓苏的嫌犯乖乖被抓，公车的白牌司机也被列做关系人，2个人拢互警方带入去警局。是因为毒品还是因为钱要杀人？桃园市出一案发生枪杀命案，2个人死亡。警方锁定姓苏的嫌犯嫌疑重大，开始调查。因为伊走路了，毋但是甲定定用的手机等掉，抑阁一直坐车制作断点，互警方真头疼。伫查缉过程，先伫个花莲吉安乡一个竹篮内面，发现伊弹掉的牌啊，内面有手枪、枪支、衫裤，另阁发现伊伫个混林高坑。本案发生后，依据相关事证，锁定苏姓嫌犯涉嫌重大，立即组成专案小组来追查，并报请桃园地检署指挥侦办。警方随时间伫个国道3号婚林关高坑上北的路段，查到姓苏的嫌犯坐车，顺利抓到人。因为伊古早夜间侦讯，所以将会等今仔日早起进一步侦讯了，才会依照杀人罪嫌移送桃园地检署侦办。验过自7个南投生技公司44枪击命案开始，最近2个月，又发生台中罗比达头家过去校真实等类似案件。警方即马也伫咧预防，又阁有模仿的效应。记者综合报道。政治的消息来关心，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又提出一个政策，讲伊若选调，伊会甲台北市公共便所的马桶拢换新。啊，若宣传影片内底有一幕是伊伫便所的隔间顶头探头共看，互人看落无啥爽快、不输贵的感觉，引起性骚扰、无尊重隐私的争议。国民党的蒋万安是要求陈时中爱回失礼。啊，若无当即黄珊珊是讲，即款行为一点拢无好笑。但是中昨昏又回失礼，嘛强调伊无骚扰意思。台北市长的选战拍个真烧烈，民进党参选人陈时中推出台北市公共便所免治马桶的政见，宣传影片有一部对隔壁便所探头画面引发争议。陈时中竞选团队随甲这支影片收转来，收情了后精神重团，不过伊遭到对手蒋万安甲黄珊珊的攻击。反偷窥、反性骚，其实这已经是普遍的基本观念。那其实昨天争议影片一出来，舆论挞伐，但是我看到陈时中还是不愿意道歉。原来的利益应该是良善，想要开个玩笑，但是性骚扰跟窥视这件事情，真的不是可以用儿戏来带过的。黄珊珊批评这个影片若无尊重别人的私密，也甲歹囡仔。另外提升品质，比起做华丽不实的设备较有路用。蒋万安是表示讲，希望在提升公共便所的清洁卫生，毋是经由严体检治，也有相关的管理来维护整体品质。对着影片被质疑有便所偷看意思，但是中也说明甲下失礼。那我们并没有任何要有骚扰任何的意识在，有这种感觉，我们表达歉意。台北是一个进步的城市，我们努力让它做性别友善。对着对手讲，提升公共便所品质更加重要。但是中讲，既然马桶拢升级啊，涂骹遮各方面的清洁拢会提升。另外，指挥中心无法度及时采买到防范 BA.5 的次世代疫苗，比这期防疫慢一步。但是中是真挺指挥中心，伊讲相信会做上好的选择。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风台已经解除警报，也毋过这届风台受风台影响，全台湾上济是有59812户停电。根据台电的统计，这场风台是造成咱全国59812户停电失电。目前即马拢已经全部恢复送电啦。其中以高雄市上济停电的户数有17654户，啊那第二济是新竹县有11196户，新北市占第三有9800多户。台电表示，昨昏有动员买3000人，3000个工程人员赶紧去抢修，伫昨暗9点的时，拢已经恢复送电，恢复正常。越南陆风台8、6礼拜这2天，替咱台湾带来真高的雨水，甲一寡灾情。嘉义县有树仔倒去，影响交通。啊，那宜兰大溪受起厝的工地，用家倒落来。
礼拜透早2点外，风头雨大，路口监视器拢看袂啥清楚。画面上顶头倒边一间伫咧整修厝的工地，大烟架倒来，去得着青红灯。这是宜兰县大溪一个建筑物整修工程，烟架倒伫咧大路顶，影响交通。警方到现场管制，联络工人到现场清理。不过烟架佫倒来去撼着警车，头前的挡风玻璃拢破去。那我们警方到达现场之后，现场的烟架再次倒塌，造成我们巡逻车的前挡风玻璃有造成毁损的状况。伫贵人海军甲海巡署的船拢停伫咧贵人港内面，对海面看风景正平静。根据贵人市应变中心统计，估计随时总共接到6件灾情的通报，包括2件路边的树仔倒来，2件电火条的电线落来，还有2件是广告的牌仔摇摇摆摆，一个铁皮落去路的，并无严重的灾情。受到小南路风台影响，屏东东流线伫咧拜6下昼停航，有游客加到一岸。礼拜早起复航了就赶紧坐船，不过海面风影大，船正海。本来25分钟的航程，要是使50分钟才到位。今天与昨天的风浪相比有相对小一些，但是外面涌浪仍然很大。那么昨天大佛航运在最安全的考量下，因为风浪逐渐增强，我们就宣布就是停航了。虽然落风台也对嘉义县的山区造成影响，本来伫咧山坡顶的一丛树仔，敢若是雨一日落土送去了倒来，就挡伫咧路中。这样那个车没有办法过。要把树仔固定，中央让一空车才有法度过。阿里山乡鹿野村第18线66.2公里的所在，公路总局第5区永和工程处派人来清理，随时早起10点已经双向拢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等镜头来台南。台南的西港国中，长期拢鼓励学生囡仔爱阅读、爱分享。即届因是专门办室外活动，互囡仔、学生囡仔行出图书馆甲教室，先互囡仔骑脚踏车骑到10公里外的国校啊，训练囡仔体力，嘛向国校的细汉囡仔分享因读的册。这阵骑铁马学生唔惊晒日，唔惊天气烧热，目标就是骑到7个国小。长期培养学生读册习惯的西港国中，即届结合骑脚踏车的活动，希望学生行来到室外挑战家己。之前都有骑过脚踏车，但是没骑过这么远的，让孩子们就是看一些励志的故事。那今天这个课程啊，就是进行户外的一个挑战，借由暑假的这个户外课程，让同学挑战自我。伊要骑去7个龙山国小，还有光复生态实验小学，有10公里的路途。除了训练体力，伊也要去遐体验爬树啊、过牌啊。另外，伊也分享读册感想，讲过给弟弟妹妹听，来展现因培养出来的人文底子。我们孩子会看到一些挑战极限的作者的书啊，像林奕集，那我们都会觉得那是别人的生命。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去体验一个小小的突破自己平常的样子，就可以去挑战自我，实现某一种不可能的任务。真侪人拢是头一届骑这远的脚踏车，老师嘛希望学生对册内底学到坚持到底的精神，用这份心态来面对人生的每一项考验。记者综合报道。真侪人无爱食菜色，颠倒去较介意食甜卤。伫台南有嘉义有社区，就甲社区大学合作，甲社区的民众抑个是带来做点心。较特别的是，因甲五宝加入去鸡卵糕内底，安尼毋但会当食到较健康、较健康的点心，安尼佫会当推广在地的农产品，一兼一顾。专心听老师讲做鸡卵糕的撇步。这个家己动手做，台南嘉义安西社区发展协会甲北门的社区大学合作，邀请老师来教示大安怎做鸡卵糕，为炒米粉到烘好、切做地，哪做哪开讲，过程是简单佮趣味。那我们社区的会员啊，大姐大哥们哦，真的非常开心。今天从无到有，大家看到自己的成果哈，都非常的高兴。阿公阿嬷做鸡卵糕是真认真。即摆口味是家己鹅毛，实在真特别。鹅毛毋但是家己的特产，而且本身的营养悬，会当降血压，真适合侪岁人。俺用家里非常特色
这个农特产品，就是牛蒡，俺改做一个养生的牛蒡蛋糕，作为家里特色的农特产品的这个产品来代替家里发扬光大。透过这个课程，培养社区大学时代之间的感情，也顺续用创新的方式来推广在地的农特产。协会希望未来鹅毛鸡卵糕会当变成安西社区的特色产品，让更较侪人通认捌家里这个所在。记者综合报道。那红菇粿是咱台湾真传统的古早味，过年过节拜拜做生日拢会当看到。遮尔好食的脆食面，到底安怎做的？现代人大部分的人拢已经袂晓啊。云林斗六社区就有请老师专工来教社区的民众做红菇粿，咱嘛同齐来学。真少看老师教安怎包红菇粿，看起来都简单，家己动手包煞是完全无同。有的人因为料包伤济，拢走出来。失败啊！失败破皮，系啊，拜拜无要紧啦，咱家己要食。有较济，但是粒无细。即马老师咧讲，阮知影。系啊，我即摆搁做足水的。要做红菇粿，头一步就爱先甲糯米下做米浆，所以甲米浆的水滴出来，起来烂粿仔切。空内底到包印出矩形，逐步全功夫。米是用迄石磨下好，搁地好，搁起来胖嘞安尼，下红薯粉，用迄个豆腐包落，伊的皮地起来爱互伊厚薄平均啦，印起来才会水。红菇粿伫咧过年过节拜拜做生日的时阵，定定会看到，因为具有长岁寿的意义。甲粿做红色的，看起来阁真喜气。除了外观，红菇粿食起来 QQ， 内底阁有土豆、红豆、绿豆即款甜甜的大人囡仔拢介意。所以云林斗六社区小技工计划，即个专工请老师来教居民安怎做。小旗舰是今年第3年啦，哈，咱明年要来用大旗舰来推行，互咱的社区的居民会当来了解讲咱这古早味，是安怎制作。互咱这婆婆妈妈来教这个年轻辈来传承。社区小技工计划主要的目的是要创造更较好的在地环境。斗六市公所表示，教做红菇粿这款社区课程效果真好，居民拢算甲真欢喜。希望明年招更较侪社区加入计划，互社区有学习成长的空间。记者综合报道。文化新眼界来关心北港朝天宫是当地重要的信仰中心。旧历的3月23妈祖生，朝天宫拢会举办艺术车队的游行，这嘛真做当地真特色的、有特殊的宗教文化活动。不过做艺术车的工艺已经豆豆咧失传，北港即嘛有一个艺术老师就担起这个传承的任务，咱嘛做伙来关心。这个平日，云林北港一场嘉年华同款的盛会，互过头了的宁静留入起来。车队沿途巡回，民众无论是老老细细伫路边欢迎，这就是艺术的魅力。小孩子装扮，然后化妆化得很漂亮，然后装扮历史人物在上面这样子，让游客、让我们香客来观赏这样子。真正人演出历史也是传统故事，是北港艺术上大的特色。表演人也手中的洗手碗，也是七桃米，甲民众互动。大家也小钱接一寡为天顶降落来小礼物，像接到神明的保庇。袂少艺术车会当看到精致的工艺，像出自岩山台工作室的车辆。岩山台的艺术工作室，外表看起来像无显目的大仓库，不过一个行入去，会当看到各种的艺术车，佮往内底行，堆满各种道具、工具佮机械，就像一座大型的机环办工厂。这台艺术的造型是以寺庙的建筑的方式，头前的山川，后壁后殿，边仔有迄个护林。就连设计和艺术活动的机关，岩山台拢家己亲自来做。因为我是读机械的啦，所以
对这个物件我拢较做久啊，拢会晓啦，拢家己爱想，拢这个爱安怎做较有看头，爱安怎有变化。岩山台医生导致伫艺果期间，伊的手指头啊，也伫一摆意外起风渐长，记录着一个师傅甲这份工作的辛苦。这无说你去互渐长，这因为这个咧做这物件吼，有当你穿起来，迄个你袂赴通切，你个袂赴通扭开，你个直接就劈就断去。就算北港妈祖信仰文化意涵，随着世代演变。不过，迄道阳光亲像也随着艺果车队伫北港街路发光。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中秋团圆、中秋节，大家除了食月饼、拜油啊，有一寡民众买团圆烧酒烘肉，也毋过爱细致哦，因为食烘的甲食红肉，这拢是大肠癌的危险因子。有营养师即马就提醒讲，中秋团圆烘肉，这烘的物件食拄好就好。灌肠肉皮伫铁网顶面烘甲香香香，几若十名来自新北市游客，早起毋惊风太大来风雨，伊会按照既定的行程来到桃园的云溪清水农业区烘肉酸水球。这边安全啊，就不怕有淋到雨啊。对吧？这旁边溪流这么湍急，不害怕吗？不会，是蛮特别的体验的。会害怕吗？为什么？不要下水就好了。中秋节即要到啊，袂少民众拢会烧酒来烘肉，毋过爱细腻，会甲地干波加落去，因为烘肉时阵温度真悬，烘肉会产生地干波杂环胺，肉接地到血内底所产生的血盐甲盐无时，也会互地干物质多环芳清，附着伫个食物顶面。另外，血烘也佮有红肉拢是大肠癌的危险因子，而且大肠癌已经超过10年，是民众癌症发生的第一名。越来越多不到50岁，甚至不到40岁的受检者。就有要切息肉的问题，线性息肉你不理它，你慢慢让它长超过1公分，就有可能会变成腺癌。为了身体健康，医师建议也是尽量较莫食烧烘的食物，爱加食青菜类来做搭配。若出现大便有血，也佮排便的习惯有改变，体重减轻，腹肚会胀痛，这症状拢袂用来忽视，爱赶紧去病院做检查。记者综合报道。9月7日是世界自杀防治日。根据卫福部的资料，去年自杀的通报是比去年增加7.5%。也有4成外民众是感觉讲，因为疫情的关系影响生活，感觉大头较重嘛较有准。展现行动，创造希望。点到代表希望防治自杀的年会，随是自杀防治协会公布资料，2021年全国自杀防治通报案件43469人，比2020年增加7.5%。自杀死亡的人数3585人，比前一年减1.9%。另外，4成以上的民众不因为新冠肺炎疫情感受压力。COVID-19的疫情影响之下，民众的心理健康方面有很大的影响，所以在未来，这是我们很重大的课题。饮食，然后睡眠，还有他的心情怎么样？比如说他工作的维持状况，我想透过亲友的一个电话，达到就是对隔离者的一些关心。毋但疫情影响心理，顶个月艺人爱情跳楼身亡，真侪媒体拢伫咧报道。协会讲，若是媒体处理无好势，可能会影响亲像青少年等高危险族群，会有模仿的情形。对自杀方法如果过度的一个报道的话，也可能引起效应。应该要报道这个事件里面相关的危险因子，来早期辨识导引面临同样逆境的人。专家讲，咱大家若是当主动去关怀可能有自杀想法的人，提供适时的支持陪伴，而且进行资源转介，就当建立更加安全的社会安全网。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最近为协助新竹的民生科技大学成立咱全国头一个智慧制造人才培育基地，让学生囡仔伫学校内底就当操作专业界，即马咧使用专业的机械，毋但会当提升学生囡仔专业技术，嘛会当提早训练产业本地的人才。学生专心操作机械，这个设备价值拢爱几啊百万。学生原本在学校上专业课程，敢若抓上单兵，即马会使实际操作。我们有碰到这些设备的机会，可能就是我们大四出去实习的时候。那
我们学校有这些设备，就让我们可以在实习之前先一步的学习。有了这些设备之后，我学到了很多实际操作上遇到的问题。教育部补助民生科技大学成立全台湾第一个智慧制造人才培育基地，内底有 CNC 精密加工等等的设备，学生会当在这培养精密加工技术。进入工业4.0的时候，最欠缺的就是智慧制造的一个人才。产官学研这几块大家能够来相合作的话，应该能够培养更多的人才。采购跟业界目前实际上在使用的设备，来培育我们的人才。那我们希望说，我们的学生除了说在毕业及就业以外，他能够在学期间就能够获得我们业界所需要的一些这个知识，让我们的学校能够发挥我们培育人才的一个功能。产业界人士表示，台湾进入少件化的时代，产业爱自动化，真需要精密加工甲智慧制造产业的人才。学生若在学校，就有咧学习产业界的机械操作，一毕业进入产业，就使直接上手，对台湾智慧制造产业的提升真有帮助。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来看全世界真侪所在拢有咧行幼教，伫英国、美国，伫幼教老师甲学生看起来拢是白人，而且是中产阶级较侪。英国伦敦着有老师是主张讲，这项古早传统的身心训练方法，应该包容社会上无共款的族群。跪在涂骹，双手伸向前，这动作互身体真放灵。这几年来，全球各地拢流行瑜伽。根据全球养生协会统计，瑜伽已经加做300亿美金年产大产业。不过，伫英美成功背后，却是缺少多元族群的参加。What we see again across the U.S. and the U.K., the numbers show that the predominant group of people participating identify as white and as women. 会的英国人推动瑜伽参加者多元化，瑜伽老师个人限制出钱是上大因素。伫英国伦敦，一节瑜伽课价小差不多20英镑，学生台票720块。个人还表示，介绍和瑜伽好处无法度普遍，特别这几年因为疫情，心理出现问题，甲因为当新冠的人，瑜伽是用提供这方面自我协助的好方法。这效果已经得到真侪研究支持，包含增加柔软度、加强筋力、促进血液循环，也个提悬幸福感。个人还解说，这就是为什么伊推动降低费用。就更加侪无共款族群的老师，甲包容各种年岁甲身体条件练习者。The roots of yoga are no longer being reflected in like the wide mainstream kind of like industry, and that's why I really appreciate the work that Stacey and the other radical Darshan teachers are doing, in the sense that they're reminding us of the roots of the practice. 公司新闻王安峰评语。南亚国家尼泊尔有囡仔婚的风俗，而且重男轻女。女性的地位较低，教育程度嘛无悬。有一个27岁的妈妈去印度生活了后，伊发觉教育的重要性。有读册才有法度出头天，所以伊决定要去读册。伊即马是逐工甲伊的后生同齐去读册，希望透过教育改变家己的人生。教室内面坐几排穿蓝色制服的中学生，哪听老师讲解，哪看课本，正认真伫咧上课。不过其中有一位女学生正特别，帕拉瓦蒂已经27岁，有2个囡仔。伊伫咧15岁迄年，因为出来原因，无过去读书，甲大佢7岁一个查甫人，2个人私奔到印度生活。伫咧印度东南部的城市清奈定居了，帕拉瓦蒂接到摒扫的工课，因为因翁是靠体力伫咧趁钱。踮印度的生活经验，可以体验到伊以前只读无够。पढाइमा धेरै महत्त्व हुँदो रहेछ पढाइ भन्ने चिज यस्तो रहेछ शिक्षा भन्ने चिज जान्ने बुझ्ने भएपछि अब त्यहाँ हुन्छ नि त अब सबै इंग्लिश बोल्दाखेरि हामीले अब जबको सवाल दिन नसक्दाखेरि हामीलाई गाह्रो हुने भयो के 有这种想法，巴拉华伫27岁时阵带囡仔返去故乡，逐工自出来行路行20分钟，带囡仔做阵去上课。因翁是搁留伫咧印度工作饲家。甲伊同班的学生对有这位大姐姐新同学，拢感觉真欣喜。विदेशी त पढ्दाखेरि नजानेको कुराहरू सिकाइदिनुहुन्छ मैले नजानेको कुराहरू सिकाइदिन्छु अनि校长也正欢迎帕拉瓦蒂母仔最近来学校上课。उनी साह्रै ट्यालेन्ट पनि छैनन् र डल पनि छैनन् हैन छोरा चाहिँ अलिकति ट्यालेन्ट छ छोरा चाहिँ राम्रो छ र त्यसले गर्दा उनलाई अलिकति सपोर्ट पनि भएको छ है
छोरो राम्रो छ उनलाई सपोर्ट पनि भएको छ。帕拉华弟伫放学了，伊带囡仔做登去上电脑课，伊希望会当甲高中读煞，学到财务管理的知识，互因岛的经济当更加好。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统计，伫咧尼泊尔，只有36%的查某囡仔读中学，女性唔捌字的比率到56%，比男性较悬。主要原因是包括同婚的婚姻风俗、重男轻女的文化、散车，也有75%人拢伫咧做农业，家长认为无必要读书。公司新闻王雅峰编译。印度的空气污染是真热力，首都新德里已经连续几年当是全世界空气污染排头名的城市。即马印度有一间新创公司发明一顶会当对抗空气污染的安全帽，戴伫头壳顶会当过滤掉白城的歹空气，而且内底佫有架电风，看起来那亲像是会当刷叮当的空气清净机。这个安全帽啊，外形都甲一般安全帽啊同款，啊毋过实际功能都亲像一个刷鱼的小型空气清净机。एक्चुअली में एंटी एयर पोल्यूशन है और इसमें जब आप पोल्यूशन में जाते हैं तो इसमें बिल्कुल भी पता नहीं चलता कि आप पोल्यूशन के अंदर हैं और बिल्कुल आपको ब्रीथ ऐसा लगता है आप जैसे एज होम आप फील कर रहे हैं बिल्कुल ही।根据2001年的数据显示，全球50个污染上严重的都市当中，印度有35个。为对抗印度严重的空污问题，印度一间新创公司2016年得到印度政府数千美金的补助经费，开始研发抗空污安全帽，佮顺利伫2019年研究成功，佮开始卖。We got to know about the very bad air quality in Delhi. That's the time when we started developing this product to deliver pure air and protect the bike riders from particulate matter and vehicular emissions. 这用换地方，而且有小型电风消水安全帽，透过微型 USB 充电充满电，应用6点钟，供应过滤空气当中80%有害物质。先定价56美金，合成台票超过1700，比印度市面上一般安全帽贵4倍外。不过，印度有14亿人口，有2亿台机车，每年有3000万顶安全帽的需求量，所以这款抗空污安全帽也是有真大市场。不过，安全帽的重量有1.5公斤，厂商计划用热塑性塑料取代目前使用玻璃纤维，不止会减轻重量，也降低生产成本，进一步将价销降落来。希望赶在今年冬天进行应上市。目前包含马来西亚、泰国和越南的厂商拢表示有兴趣进口。公司新闻警员庆评语。美国佛罗里达州南部一笪大染地湿地国家公园有真丰富的生态，也毋过有人掠外无爱饲的外来种缅甸的饮蛇来遮放，造成这款蛇摊伤济危害当地生物多样性。当地的保育团体国不奖即嘛是爱请人去掠蛇。伫暗时，掠蛇的人正人开车亲至大染地国家公园掠亚洲外来种的缅甸蟒蛇。It's good that we catch hatchlings. A lot of people like to catch the monster snakes, you know, but the monster snake has done so much damage already. This is a preventative measure, you know. 缅甸蟒蛇是全球体型上大的蛇类之一，会大到6-7公尺长，100公斤以上。虽然蛇皮真值钱，大型蛇类伫全球各地因为掠伤过头而濒危。不过，伫美国却是另外一种生态危机。真侪人饲缅甸蟒蛇做宠物，想要到大家真歹控制，就凊彩甲伊放杀。因此，就佛州大染地正做一侵捕种，拖甲正紧，正做濒危水鸟、小型动物的威胁。They figure, oh, what's one snake gonna do? But if a lot of people are releasing their pet snakes, I mean, you can just have a catastrophe. But so many people just don't know about it. 捍卫环境生态，个人趁钱。掠蛇伫个佛罗里达州是一个袂歹胜利。65岁资深帕拉人拉希尔15年前创办协会，提供掠蛇教学训练，也用来帮助退伍军人走出创伤后压力症候群 （PTSD）， 伫自然环境内底找回身心平衡，进一步成做合格客约掠蛇人。2 o'clock in the morning to go out and catch pythons is something productive, good, and really helped out a lot. 经过真侪年努力，缅甸蟒蛇的数量得到控制，原生种的水鸟顶也慢慢恢复，生态系统回归健康，也佫需要真长的时间努力。掠蛇人的暗夜任务依然会继续落去。公司新闻是会中评语。
天气报你知，咱来关心今仔日中南部规天拢会落雨，若其他所在过昼是到有西北风。明仔载后日拜二、拜三水气会阁增加，北台湾的天气会落雨，嘛会转凉。咱来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6度，上悬34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5度，上悬33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4度。外岛是27度至34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早起9点，咱再会。